这个有味呢，你也是胖胖，就是胖，你做什么？你讲是阿扎里啊？你做学生呢？讲吃亏，谁借谁知道？伊敢若电源尔呢，电源应该是 OK 吧？无啊，电视毋是到遐呢，电视到伫我遮呀。无伫遮，迄个伫遮，迄个是遮电源。哦，电源，啊，你北过来遮就好啊。我北过来这边遮。这个你甲北过来好无？哦，大概陆陆续续啦，我也好嘛，是啊，袂看季节。啊，即摆我们生意那开始咧，努力减杂。姜渣，生意那拢有陆陆续续，高中生嘛，都没咧。我当时做这个，我嘛就是先弄在上课。也无要紧，我俩以前可能。来呀啦，来呀啦！真的有来呀啦！来啊，来啊！我在看你啦，在换你呀！我直接给他做。你也在好啊？我该到啊！还没找到，喜欢现在对，而且还有航包的呢，你看。那个会开哦。对啊，那个最小组那个不想带回家。你拜所人在倒转去啊？无讲这嘛无效。嘿，安那 ？OK 啊，OK 啊，OK 啊。今晚别来了。我讲话呢，位置。角度啦。香水版吗？香水版吗？也不是白色，也蛮用力的。香水版的。可是这个又没有香水版的那么香。我觉得这香味更好。但清香，这个清香。阿妹之前咧叫啥物话？高语、英语。我哋咧叫啥？我名叫啥？粉红色的莉莉。定咕哩哩。我这不是莉莉哈。有一种叫阿玛莉莉丝。阿玛莉莉丝。啊，有影啊。以前我同学咧讲阿玛莉莉丝。所以他这啦。你等下要早倒转去吼。所以等下水会当倒。哦，你有用迄个，你有用迄个。用茶啊。都用毛巾包嘞。对呀。平安哦。阮兜海里嘛足水诶呢，迄天叫阮狗仔打到白去，唔敢办，叫阮狗仔打到白去的。哦。安哦。对不起。然后不动。
Bueno, dentro constitucional. Bueno,那你的是专家。是哦。警察专家，你看三叫，那个有点关系。你看来，助理，你先。各位衙内、老赵、平安，按朱培新，今来要做礼拜，咱请朱老师平安。你是那个红政的人啊，你那个剑法举的，已经来，而且，这个兄弟们感谢你，你这个亲切的心肝，不只管一个话，就是这，我你看你这块，你当时这个勇敢，虽然是美国，有些方面可以。但是世界各个国家会开始做咧分析。阮今仔日讲来到遮，在印尼的葡萄节，这个条件与建办完全要考虑，因为阮比起世界其他的国家，阮是一个有状况，都是为了向人造成的。就是安全我的心，我这边来到圣殿的时阵，咱低头来看起，是宝座前的你，是按照性格，按照性格，亲近我的心思力量，把我今仔日来到敬拜的时阵，我不单纯一手牵起，唱歌得奖。我来让自家来聆听，你和我的驾驶，就我自家觉得说，有这个教会的高度，因此对你来讲，看法都是，我那觉得自家来看见这个当人，就是从未考定来，就所有的信息，快快美国书来讲报告。就阮就是像是境外，有诶无我到来讲，我来做跟助力亲手和人做伙，亲手来看起每一个人有处理的时阵，你来安慰，告诉人家然后对起，你来看看，你来多事，就阮甲今仔日的敬拜，甲所有的活动。甲所有的当中的三场的将来的日子，要安怎行的时阵，我拢交给你的手中，就是现行做工，阮每一个人知的，互阮会当有这真正要重新来更新我的心智，互阮会当伫我的生命中间，会当一时一刻拢互你来事。祝你知影我的温柔，你也知影我的日子，虽然是足重的，但是阮需要你来带领来看多些，祝阮甲将来日子，肯伫咧中间，祝叫你今仔日的敬拜，甲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把阮注意，看到阮，多谢阮，用以下时间交给你，祝你最好。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显明我的义的上帝啊，我求的时，求你应我，我伫困苦的中间，你来互我宽阔。那求你怜悯我，来听我的祷告。甲咱献开圣诗179首，也起立同心来吟诗学乐。179，恳求第179首。恳求上帝怜悯。咱有缘今日用新的概念来信仰的告别，你着真心、真实、真意听从你的上帝。这个教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一个耶稣亲手一讲。
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转律法甲先知的总归。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心。真济，提醒咱要用交托的方式，我来客，请兄弟姊妹来用。启应文23，启应文23也是诗篇118篇。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基的门，就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记杀的鸟，已经成做触角头的鸟。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他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就是咱要来恭托上帝的话，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3章12节到第19节。使徒行传第3章12节到第19节。彼个看见，就对百姓讲：以色列人啊，请思念这个最奇怪，请思注目看管。会亲像阮用家己的才能，也是健行互伊行。别个喊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咱列祖的上帝，已经严光伊的奴仆耶稣，就是这恁遮的所交送的。搁伫比拉多的面前，当伊记要放伊的时，恁搁无认伊。安尼，恁无认迄个圣国义的，反倒由伊用一个相反法律，恁害死活命的人群，就是上帝对世人中，互伊国外，犯者会做伊的干净，因为信伊的名，就伊的名，互这个恁所看所捌的人用敬。是迄个对伊来的信，互伊照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但我知恁安尼行是对毋知影，你的官府也是安尼，独上帝用正先知的嘴参悟伊的基督所要受的害，又安尼应允伊。所以，恁就反悔来还倒头，互恁的罪会得消杀、拆散，互安乐的日子会对主的面前来。这是咱来读国语中文现代译本。彼得看见这许多人，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同胞们，
何必为这一件事惊奇呢？为什么盯着我们呢？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虔诚的使这个人走路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们的仆人耶稣。耶稣，你们把他们交给官府，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你们反而在比拉多面前背弃他，他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却弃绝他，要求比拉多把一个杀人犯释放给你们。这样，你们杀了生命的主，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对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跛脚的有了力气。你们所看见的、所知道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都是由于信了他的名，因为他信耶稣，才使他能完全好起来。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那么，朋友们，晓得你们和你们的长官那样对待耶稣是出于无知。上帝早已借着先知的预言，基督必须受苦的预言果然实现了。所以你们要忏悔，转向上帝，他就赦免你们的罪。以上凡上帝所伫咱所读，伊所启示会，这时咱要请本会李牧师为咱证道。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奉主的名。咱大家下头来祈祷，慈悲听到阮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阮的加州伫疫情的控制顶悬有真大的进步。阮的州长、州政府也计划伫6月15要来做全面的开放。希望安尼，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保守阮。互阮会通做好家己的保护的工作。虽然伫这开放的中间，阮犹原咧面对这个未知搁侪的变化的病毒。求主你来看顾阮每一个人，也提醒阮所应该爱做的事。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国家台湾伫礼拜日阴暗10点外发生2摆的大地震。就注意保守这块土地，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伫头前的路，有助你的旨意显明伫阮的头前，也阮会通决志，真正用阮的性命来跟对你继续来伫这个教会发展中间。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来交托伫你手中，求主你的圣神来开启阮。互阮明白你的教示，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鱼。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咱足熟悉吼，咱足熟悉的是彼得甲约翰伫圣殿的美门的门口伊伫一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吼，摆骹的人。咱毋知影台湾的传统吼，你若阵去庙仔的时阵吼，你著去遮拢伫倒，你知无？去遮嘛伫庙口，为什么拢伫庙口？甲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段记载着彼得甲约翰伫美门的门口，拄着即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伫遐咧甲人讨食。你若照圣经去看是吼。
即个人吼，生落来就袂行哦，逐工拢有人甲安那送到伫圣殿遐来讨食啦。通常来讲，就是讲伫圣殿出入的人吼，迄个时阵心内上自信啦。哦，迄种台湾传统的讲法，就是讲啊，爱做功德嘛吼。所以做功德就是爱做好事啊吼。所以伫迄个庙仔内底祭拜了出来吼，伊就会安那加减啦吼，加减安尼吼。啊，所以即个生来拜骹的人，伊的朋友就逐工甲伊送到伫圣殿的门口，伫迄个所在，伊望会当伫遐来讨到一寡物件。当然咱若去看到台湾迄个庙寺的门口。啊，佫有一个成语，咱捌听过啊，乞食赶啥？赶庙公啊，就你就知影讲吼，迄乞食通常拢伫迄个庙仔的口啊遐吼，咧讨食啊，咧讨物件吼。所以咱真清楚知伊要讨啥物诶？伊要讨啥物诶？我毋知咱捌拄过无吼，我捌拄过两摆啦吼，就是讲拄着迄 homeless 吼，你要互伊水，要互伊物件吼，伊无爱，伊要伫啥？伊要伫钱啦，吼，伊要伫钱。但是咱嘛知影，讲你若互 homeless 钱的时阵吼，会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伊可能去啉酒，伊有可能去买毒，吼。啊，所以咱基本上来讲，啊，你若真正要捐互即个homeless， 毋通互伊钱啊，吼，毋通互伊钱吼。伫即段的经文的头前，咱会记得彼得甲约翰甲即个拜卡的人讲啥物诶？金甲银我拢无，我只有啥物诶？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奉主的名，靠主的名。伫基督徒来讲，这是咱的信仰生活一个真重要。拄则咱就无说传咱祈祷，还是讲我传咱祈祷了后，咱拢会真习惯着讲，阮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吼。阮的囡仔细汉的时阵，迄时阵身体还未出世，干那迄2个双生啊。啊，所以阮若伫教会服侍，拢经常伫身躯边，啊，拢知影讲，拢甲因教讲着爱祈祷吼，啊，食饭嘛爱祈祷啊吼。啊，只要坐伫桌仔顶的时阵吼，要开始的时阵，囡仔就枵着想要占，安尼就甲话讲祈祷，念知药别接啥，靠主的名，伊马上甲你阿免啦吼。啊，这是讲伊知影咱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咱的祈祷到落尾是靠主的名。但是为什么靠主的名？咱有去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还是讲咱拢足习惯讲，啊，我着祈祷吼，祈祷了就已经接即句啊。哦，敢若我细汉的时阵吼，我去我妈妈送转阮阿舅因兜住，啊，我咧写批吼，啊，拢学我妈妈后壁写以马内利，啊，写以马内利，我根本毋知啥物意思，我敢若知影讲，啊，我妈妈着写以马内利，所以我写倒转嘛写以马内利。咱真侪时阵，咱的信仰，咱拢安尼copy，但是咱较少去思考为什么吼？咱为什么祈祷了后爱靠主的名？有几个圣经，而且要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吼。伫约翰福音14章13节甲14节，耶稣甲军队伊的人讲啥？讲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要得到成就啦。叫爸因为囝得到荣耀，恁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就要得到成就，这真清楚哦吼。所以耶稣是讲，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这个无论求什么，伫咱的现在来讲，叫做祈祷。吼，当然咱知影讲祈祷，毋是一定干那讨物件尔吼。祈祷的内容包括真济。吼，咱头起先来讲，啊，咱着认罪，对，咱着爱感谢，咱着爱为着别人来祈祷，为着家己祈祷，吼，等等遮的吼。但是讲，若照耶稣的教示，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啊，为什么奉伊的名？无论求什么，就会成就，就会实现。为什么？
因为就是亲像咱伫约翰一书咱所咧讲的，咱所咧读经咧讲哦，耶稣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听，上帝的旨意，要互咱所有相信伊的人，像约翰福音3章所讲的，相信伊的人会通得到永生，会通得到救，所以咱着爱奉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伫使徒行传第3章以后，是彼得甲约翰去掠去伫即个圣殿迄审判的时阵，伊开始伫遐咧做见证。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伊嘛安尼讲，是奉着耶稣基督，就是恁那甲害死即个伊的名，伊即个人才得到医好。然后伫彼得佮过，咱来看到第4章时阵，伊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上帝手所即个世间无有别个拯救，只有啥物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就爱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家己嘛真清楚安尼讲。另外，伫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伊讲啊，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害恁去结果子，叫恁的果子常常伫地。后壁迄句真重要，互恁奉我的名，无论白求什么，伊就赏赐互恁。佮一摆讲真清楚，互恁奉我的名，无论白求什么，伊就会赏赐互恁。这种伫约翰所记载吼，约翰福音内底所记载，这是14章、15章，过来16章伊搁安尼讲，23节到24节，到迄日恁什么也无就无问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白求什么，伊要因为我的名赏赐互恁。恁将来无奉我的名求什么，哪恁求着要爱得到，恁会喜乐，会通得到满足。所以爱奉主的名来求，奉主的名来求，天父就要来赏赐互咱。奉主的名，咱搁倒转来伫今仔日使徒行传第3章头前，咱所记载、咱所熟悉的这段的经文。当彼得甲约翰伫圣殿的水门的时阵，拄着即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伊甲伊求讨，伊要甲求讨的物件，其实咱真清楚知，伊就是要来求讨金钱。所以彼得才会甲伊讲安那，金甲银我拢无。伫即个故事、即个异地的故事的中间，咱会当用一个台湾人咧讲儿童的教育的一个概念。伊讲，互伊钓竿比啥物诶？比互伊鱼仔搁较好啦。互伊鱼仔伊就食了伊嘛。互伊钓竿呢，教伊钓鱼安那，伊就会当一直啦。所以彼得无钱无金银，互伊会当安那？奉主耶稣的名叫伊起来行，伊会当起来行，就会当做啥？做工作，就会当趁食。所以即摆有真济，咱咧讲伫基督教所建立的即个关怀慈善的机构内底，无搁再是干那互因钱尔尔。伊做啥物代志？甲因做职业的训练，甲因做职业的训练，互因家己搁起来行。无搁永远附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干那讨金银、讨食安尼尔。这是咱咧讲现代的慈善机构观念顶悬的改变，甲做法的改变，会对即个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咱奉主的名是要帮助伊安那搁徛起来，要帮助伊搁徛起来，毋是要帮助伊继续运伫遐。来讨金银安尼尔尔，所以彼得伫遮真清楚地表达，伫今仔日的经文，伊嘛伫迄个所在来做见证。
伊伫即个人，毋是靠着我的厉害，嘛毋是靠着我的做法，是靠着啥物呢？靠着主耶稣的名。吼，伫16节讲，因为信伊的名，互伊的名来，就伊的名，互即个恁所看见、所捌的人，安那勇行。当然对。咱咧讲焦点较斟酌较细的时阵是，即个人是摆骹，然后勇行就是会当行。用较宽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帮助伊伫伊的人生会通徛起来，然后家己继续行伊后壁段的人生。拄则故事咧讲着讲，伫第3章头前记载讲，这人生落来就袂行，所以伊从生落来就安那拢倚靠别人。伊若无倚靠别人安那，伊可能无通啊食。伊从生来就安尼，所以伊已经倚靠别人，倚靠了习惯了，家己徛袂起来。伫信用警官，伫伊的人生的角度来看，奉主耶稣的名叫伊起来，就是互伊会通家己有气力、有勇行，无论伫身体，无论是伫迄个咱咧讲伊的人生观也好，伊会通徛起来，家己去面对，来家己去面对。所以，彼得伫遮真清楚，甲遮的圣殿的遮的官员，圣殿内底的官员，伫遐甲因做见证。这个人徛起来，是因为主耶稣的名，是奉主耶稣的名，互伊会通徛起来。另外，佫一位的圣经有所书第5章20节，伊安尼讲：凡事着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天父。所以感谢天父嘛是爱奉主的名。拄则牧师已经讲啊，祈祷毋是干那讨尔，咱会记祈祷感谢是真重要的部分。所以有所书伫保罗写有所教会的批信内底，提醒这基督徒。爱奉主的名来感谢祈祷，亲像头前牧师咧讲，我囡仔细汉的时阵咧，家教讲食饭就爱祈祷，爱就马上跳去讲奉主的名咱就爱用奉主的名来感谢伊所赏赐、所保守、所互咱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个名有安那。咱拄则看的，对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所讲的是有宽变的。甲咱今仔日看到《使徒行传》第3章所记载，彼得甲约翰甲即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甲伊讲，金甲银我拢无，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伊所有的是啥物呢？其实伊所有的是全世界，对不对？伊是奉主耶稣的名嘛，主耶稣的名是迄个宽变，叫伊起来行，比伫咱底下认出来1角银、2角银搁较有效，因为伊会当搁来面对家己的需要、苦难，甲伊的软弱，伊会当坚强来徛起来，因为奉主的名，这个是宽变，也是耶稣基督。赏赐互学生的，咱伫马太福音28章后壁看到大使命，耶稣安怎讲？伊讲天顶地下宽平拢已经赏赐互我，对无？即摆恁着爱奉我的名出去，来互全所有的人咱讲全部的人，来奉爸囝圣神的名，来甲因行洗礼，过来将伊的教示来教示因。所以，迄个宽变是赏赐互这门徒，互因嘛会当出去传福音，会当出去医病，会当出去赶鬼，会当出去帮助人，会当帮助人。所以，耶稣的名伫彼得因的嘴内，就是讲，我毋是靠着家己的气力，互这个人来得到医好。耶稣入耶路撒冷，咱。过偌济拄过偌久这个受难日的时阵，咱知影耶稣入去迄个耶路撒冷城，逐个人拢举迄个
樟树话，甲讲河山呐，甲还原。但是安怎无偌久，就马上受掠受定？为什么？因为遐人目眶红啊，谁那目眶红？耶稣太厉害了，耶稣唔但会医治，互人会教的会当讲话，佮会当互啥物人？上重要一个人，叶撒罗佮活。耶稣的名大红呢。彼得甲约翰这个时阵嘛是大红，因为伫圣殿的美门的门口，所以这时头知影这个人无？知影啦。经学书知影这个人无？知影啦。所以彼得才会讲啊，第16节讲的，就伊的名，互这个定所捌的人勇行。一个自生落来就摆骹袂行，逐工爱有人甲伊放伫迄个圣殿美门的门口的人，因为彼得叫伊起来行，佮甲伊牵呢，佮毋但安尼尔，佮安怎？会记得迄个细汉的时阵迄个一条诗歌就是讲，今后我都没有，有无？后壁就讲啥？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哦。伊毋但会行尔，佫会跳，佫会跳，会红无？足红的。所以彼得甲约翰伊有主的开来，甲因三个基地，然后遮的人就目空赤，就甲因掠来，伫迄个所在审问伊。因的焦点毋是放伫讲，感谢恁会当帮助即个生落来就摆开的人。因的焦点是放伫，我袂当做，你是安怎会当做？你哪会当比我较好？即种的目空赤是讲嫉妒的心态伫迄个所在。伊毋是奉着主的名，因是讲较严重讲是假着主的名，就讲恁袂使安尼做。伫圣殿的门口，恁哪会使安尼做？恁是奉什么款的权柄？恁是奉什么款的权柄？咱拄则讲到耶稣最后一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樟树日，遐个人排咧伫城门口，甲沿路两边举着樟树花，伫遐咧喊讲，奉主的名来，应该受到恶乐。也嘛讲着奉主的名来哦。是安怎讲耶稣是奉主的名来的？为什么？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1章第9节有这4本的福音书拢有记载这段经文奉主名来是先知书以赛亚40章第9节到11节所讲的。伊讲迄个报好的信息是安尼讲，你着爱爬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你也爱大力来宣扬讲毋通惊。对犹太的城讲，看恁的上帝。主耶和华要亲像大权能的来临到，伊的手骨要为着伊来掌权，伊的手势伫伊遐，伊的宝用伫伊的面头前，伊要亲像木这来木伊的羊群，伊的大手骨要自执羊羔伫伊的怀抱中间，所以伫遐咧讲，迄个大权能的是意思，原来咧讲奉主名来。咧讲着上帝所高抹的羊羔，上帝所高抹的君王，要亲像牧者牧家己的羊群，是咧讲着以色列百姓。所以因才会伫迄个所在来伫遐讲，看奉主名来应该受着恶乐，奉主名来是有权柄。彼得甲约翰伫圣殿的美门门口拄着即个生落来就摆骹的人，甲因讲金甲银我拢无，只有将我所有的互你。我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伫这个所在，咱会通搁再一摆借着彼得伫遐做见证的话，咱来思考彼得安怎医治这个人。彼得医治这个人无靠金钱，
因为伊讲金甲银我拢无，我无有世间的宽平，嘛无有世间的才调。要论钱，可能彼得甲约翰是算是善家人，因为因是装脚掠去的，而且对耶稣这3档的中间，因也拢无咧趁食，因要当靠什么呢？因毋是靠金钱来去传福音，伊嘛无靠地位。咱知影，从耶稣受掠的时阵，彼得几摆好认主？3摆。为什么爱3摆好认主？因为伊惊嘛去互掠去，所以伊是个无地位的人，嘛有可能甲耶稣基督共款，去互掠去，啊，着爱受刑。伊唯一有的是奉主的名。伊讲我将我所有的互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着所差遣伊的耶稣，伊来做这项代志。第4个角度是，伊奉主的名是要来互人得到福气。咱定来讲伫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因受呼召，伊毋是家己要来领受福气，囥伫落地啊摸摸尔定。12章的第3节后壁讲，要互万国因为伊来得到福气。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是要互人得到福气。因为照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所讲的，既然相信的人会当得到救。袂得到灭亡，是毋是咱有奉主的名，互人得到福气？法利赛人因假冒上帝的名，因伫迄个所在来压迫人。经学士、利未人，也是这祭司，耶稣的死。受定，敢毋是因正着这个教会制度来去压迫耶稣基督嘛？我就会倒转去伫台湾的时阵，有听到几个教会，较新兴的教会，拢上千人的教会，拢出问题。新店一间足出名的某一个教会的分堂，叫做火把某某教会。牧师因为伫圣顶悬无够清气，结果所有的牧师团去互教会甲免职。另外一间也是迄个牧师，大概比我较少年啊，最近去互因的中会甲伊强迫关起来，因为伊开的奉献证明，听讲有3、4千万。但是伫教会的财产内底拢无登录。另外一间外教派叫做哈利路亚什么某某教会，牧师去互甲控告，讲去叫信徒去缅甸投资。啊，你若知影缅甸的这个投资法律，你就知影外国人袂当伫遐买地产吼。但是伊就安尼共骗，啊，佫有几若间，我就无爱佫讲。我意思是讲，咱真侪时阵，咱是奉主的名，但是咱无叫人起来行。当咱咧奉主的名祈祷的时阵，咱奉主的名组织做伙的时阵，亲像今仔日个新的界面，互咱的提醒。咱是爱彼此相听，彼此接纳，彼此会通有好的款待三角扶持，互咱的兄弟，无论是软弱，还是伊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拢会当起来行。虽然耶稣基督的时代离咱已经2000几年，但是今仔日继续用性命咧定义十字架的人，还佫有。佫存在，咱奉主的名，咱是照用主的名，或者是咱真正用奉主的名
来做伙坚固，做伙扶持，做伙来过一个上帝所欢喜的生活。我想借着彼得伊所咧讲的话，也互咱伫今仔日的世代，咱来做思考，来帮助咱，咱做来祈祷。咱台湾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彼得伊所讲的话，伊毋是因为家己的快乐，毋是因为伊家己的傲，阮只不过是一个你所差用的人，主，阮需要奉你的名来互人徛起来，阮需要奉你的名来互人得到利益，来蒙恩得福，阮需要奉你的名来彼此接纳，彼此扶持。互阮伫信仰的历程的中间，会通得到坚固。主，阮奉你的名来祈祷，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的无教业，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免。咱能够献归圣诗483首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483首。第483首，为你真艰苦，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拄着试炼，知会为你真艰苦。地高位置是梦是命看无路，伊所伫咧阮事大项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主的恩赐你点算袂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我愈烦恼地到心乱乱，了记上帝听他百姓的愿，伊所伫咧阮事搁再受来记，了记就会无去日日来吟诗。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主的恩赐你点算袂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把人有福气念伫大地，无伫荒废爽乐天有主体，你所伫咧阮所赐阮袂见地，你的无会做开剑无扛天去，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主的恩赐你点算袂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定价试炼不论大小事，无伫瑞智希望上帝验罪主，你所伫咧阮事照不受来过，主的安慰帮助引带到天国，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主的恩赐你点算袂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那这是咱用奉献来感谢上帝对咱的祝福。
请起立来。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使阮有福气，过来你的殿院，领受你的祝福甲恩典。主啊，阮知，阮是你的宝贝，你将阮摕伫你的手里来保护阮，你阁用你的囝耶稣基督来有阮留保惠。洗清阮一切的罪，阮清气。主啊，阮感谢你，阮恳求你，令阮找阮，阮得到磨练来真侪你的采用，阮一世人，阮也爱以爱。踮伫你的殿院内，无论是阮是满满的，也是空空的，是大富有的，也是善良的。主啊，阮的心情愿拢伫你所在，互你来掌管，完全。拢献落主你来，得到你的欢喜。愿你感纳阮这个心，主啊，求你保阮、助阮、佮赐福阮，愿阮所行所做，互你的义会当偏行伫这个地上，互万国来得到你的祝福。阮安尼感恩祈求是。奉独一永活的上帝的独生者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牧师来关怀基地交通甲报道。好，亲像拄则所讲的吼，伫祈祷中间所讲的，咱加州政府预计吼。第6月15要全面开放吼，所以即摆疫苗嘛是拢真努力咧做的中间吼，即将近得要60%啊，未啦吼，50几吼，即将近得要60%吼。但是咱知影吼，包括加拿大吼，加拿大即摆是有史以来疫情上严重的一段时间吼。澳洲，我的学生对维那咧讲，因即马第4摆 lockdown 有真侪所在佫继续 lockdown 所以咱虽然咱遮控制了袂歹，但是即个国际出入的人佫真侪咱嘛是爱好好啊保守啦我前几工甲我的医生咧讲话啦伊讲伫伊的病人的中间10个拄过世的伊去叫因测即个抗体，有差不多3个人是无抗体啊。10个中间内底有3个无抗体，意思是讲迄个人的身体免疫本身有问题啦。所以伊对伊来讲，伊感觉讲，我有注射，所以 OK 啊。但事实上，伊无抗体，所以伊阁是伫风险的中间。但是因为咱的 concept 感觉讲我有做啊都 OK 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若无你就去做抗体检查，无你就是爱阁继续做好家己的保护。我想这个部分，互大家来知啦再来就是今仔日礼拜后，咱有要简单用一个餐，了后12点半，David 要来召开这个教会继续的发展的会议。我想咱拢知影拢有接到通知啦再来继续伫这个24号，永远7点半。
拜五营7点半吼，咱约翰一书会结束，第5章会结束吼，咱欢迎咱兄弟来做伙来查考圣经。前礼拜出席是19个人，前礼拜5做日吼，9个人网络查经，奉的是426块吼以上。就是咱要来读本周的经句，伊在第4篇第4篇第8节，咱来谈解。我要安然倒定，因为只有耶和华你互我安稳徛起。我要安然倒咧困，因为只有耶和华你互我安稳徛起。4篇第4篇第8节。就是咱要来吟煞尾变的诗5拍10首，何乐天顶主宰，吟诗说，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0首，何乐天顶主宰。奉主的名，愿主伊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保守咱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会通有伊的看顾甲医治。愿主的平安甲喜乐甲咱三甲伫地，对这条到永世来无尽。阿们。了解，道家会多。敬来到这。